你今日咧好高興，在同學會裏頭聚會，就見到大家咧有情有義。想起當年啊，我收你哋做學生嘅時候咧，就個個都係細路仔，現在咧就個個咧就抱孫啦。咁啊，我咧就喺呢個1981年就退休，就已經冇收過任何嘅弟子。會務問題上咧就交由我兩個仔趙國強、趙國基處理，同埋趙華。希望呢個傳統洪拳咧就發揚光大，團結一致。你哋要記住啊！傳統嘅洪拳發揚光大，團結一致，知道冇？OK？ OK，good take。